2022陈大成耶诞城活动的重头戏，伫咧24号圣诞节即天热烈登场。活动邀请明佑中医集团、慈利时尚协会、静心生技、Hola 特力集团、台湾秘鲁、信义房屋、陈大成房屋、怡兴园室内设计、台南市社会局、台南市北区区公所以及元宝里办公处等单位共同献爱。陈大成管委会希望透过举办这款的活动，会当让大户做伙来欢喜过节，同时嘛会当关怀弱势。我们希望在我们陈大成能成为台南市的一个模范社区，结合弱势送礼物的这个活动，还有呢帮助一些弱势就业。我们邀请到了聋哑的学生来到现场，还有独居的老人，我们社区的一些2度就业的妈妈，我们希望来辅导他们在耶诞节，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，帮助这一场的捐助活动，把这些捐助这些材料费的部分来帮助我们这些弱势，他们在做这些所做的课程。那最主要我们对那个年轻的青年的弱势呢，我们是想说要让他能够学这个行动美容、科技美容。如果觉得这个他体验完之后蛮有兴趣的话，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免费的一个训练。所以我们另外一边是让我们这些弱势青年他们能够体验这些技能。主办单位嘛邀请真侪团体共同加入，现场嘛会当看到民佑中医伫遮义诊，另外还有慈利时尚协会教导民众制作手工精油皂。趣味的活动，甚至还庆祝外国的大户做伙来体验台湾过节气氛。很好玩，我觉得这里有那个圣诞节的气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很精彩。这是我第一次不在我的家过圣诞节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让我有一点开心。我不太想我的家，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。不止精油皂 DIY 体验，静心生技也伫现场安排了美容的推广。也庆祝不少爱睡大户亲自来体验，感觉到很舒服，就觉得说有一种很清凉感这样子。脸是变肤比较滑嫩的。对啊，对。有看到整个都亮起来，看起来有返老还童的感觉。陈大成欢度圣诞节也无袂记咧做公益，特别将画面上这防疫精油皂送予家户中心的朋友，希望因会当健康快乐过圣诞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